邊位？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好。想當年出世我屬猴，孫悟空5歲跟我老豆學師，冇得放鬆，苦練8年攞冠軍，但係諗唔通打波叻有乜嘢用緊？點樣可以做富翁？Form 1升中，皇后大道東見訓導主任咪多過食飯，次次打冷鐘我哋仲喺操場打波，我真仲未開始拍拖，有時間都走去練舞啦，我偷走去過河。有一次超搞笑喺操場 lunch time 打波，肥威同佢班 friend 打100分，有冇咁鬼多？好，呢啲班場我哋霸攬，我哋而家將佢推走，將阿伯肥威個眼鏡成班爆晒。賠錢咪賠啦，究竟要幾多？我哋幾個兄弟夾份，唔使怕佢多，仲唱咗成扎神沙，整蠱人我哋計仔多，嬲尾面對面俾錢，肥威都冇阿知阿咗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有得實力派，我咪一個小丑搏出位。邊位？邊位？喂，你乜水啊？邊位？邊位？你係邊個啫？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華人仔。老豆阿媽好辛苦，搞咗我過嚟美國，新環境同新事物，一切通通新感覺，新文化同新語言，嗰陣俾人恰我都冇得惡，想盡辦法去融入，一定要有啲新搞作，唱歌跳舞打波體能訓練，每日都冇偷雞，讀書成績好同本地學生都梗係有得揮啦，退役前打埋美國冠軍奮武揚威，考入加州大學奧運美夢當時要放低，大學美女兒運，個個都話要執翻劑，韓國、日本、台灣妹叫我帶佢哋出去威，出去 party 落 club 靚女坐滿成架 van 仔，到步之後跳落車快到好似驚鬼。講翻正經嘢，做人要均真，做人要識點去忍，要忍得耐要忍得深，做人一定要有品，品德操行要高分，要懂得禮儀廉恥有愛心良心，唔怕機心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有得實力派，我咪一個小丑搏出位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喂，你乜水啊？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你係邊個啫？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華人仔。後尾畢業，開始出嚟揾食打工，朝9晚11，晚晚都係瞓得嗰幾粒鐘，開始明白人情世故，但係撞板係撞到懵。阿媽教我要堅持到底，俾人打都唔怕腫。再後尾金融危機，領悟甚深，大肚能用佛口常笑，刻骨銘心。想攞着數就梗係會喺度認戚認親啦，見步行步小心啲，要滴血認親，留心觀察，要諗得透，要諗得通，神奇魔法，各門各派都精通，不斷向前，百里狂奔，我哋搏晒老命衝，永不退縮，打好防守，有機會就搏命攻。OK 好，我哋如果有機會再傾偈，你唔記得唔緊要，想再問我係邊位 ？JY Magic 楊子振點樣稱呼我都冇所謂，最緊要記住我唔係一個小丑搏出位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你問我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有得實力派，我咪一個小丑搏出位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華人仔。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你係邊個啫？邊位？邊位？係華人仔，華人仔。J Magic。